2023年就要到啊，不过中央气象局表示，跨年的天气较凉冷、佮湿湿，想要看到2023的头一个日头光，可能就要看运气。若明年头一季到3月，拢有可能会有寒流冷气团继续来影响台湾。今仔日北部天气凉冷湿淡，3、1下年暗暝也会相长，受到东北季风甲南方云系的影响，桃园以北东半部较有雨，新竹以南云节可能有38雨。想要看2023头一摆日出，可能就要看运气。日出最早的时间是兰屿，应该是在6点32分左右。那屏东的地区的话，大概是6点35左右了。那以屏东地区来讲的话，刚好那段时间南方雨系又北上来，所以可能云量还是比较偏多为主，那偶尔还是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。气象局建议3、1民众出门要是爱早雨伞，估计雨水就到正月初5了后才会减少。气象局也回顾今年的天气，雨水分布无较匀，集中伫5月份甲10月份的北部。而且全台天气烧热甲凉冷接替换，讲到未来第一季的天气，反性影响相对的减弱，温度会较正常，可能有寒流甲冷气团。整体来看，雨水可能较少。从季节上来看的话呢，我们才刚过了12月嘛哈，1月、2月是我们台湾温度平均来讲是最低的时候，所以也不排除未来还是会有寒流、冷气团到达台湾。气象局表示，今年雨水北部多，南部少，目前南部水情也是较热烈。冬天到明年春天是台湾西半部、南部的大水期，提醒民众爱注意。记者高文调水台北报道。